今期就嚟講下中東，全世界要講邊度最亂，中東認第一，冇人夠膽認第二啊！亂中之亂就係巴勒斯坦，三頭兩日就開埋片添。點解呢個地方會咁亂？中東亂係因為有石油，巴勒斯坦亂就係因為猶太佬呢話要喺度建國，淨係攞出2000年嘅聖經就當地契，咁就問人哋攞地，即係攞住本舊字典。就話呢度係我嘅，就叫人哋俾翻佢咁話。阿拉伯人當然就唔屌柒鳩佢啦，所以兩邊時不時就開下片。以色列宣布建國之後，短短40年爆發咗5次嘅中東戰爭。點解會打咁多次？皆因以色列從來未輸過，哪怕佢輸一次，戰爭早就已經收咗皮啦。咁問題嚟啦，以色列嘅人口咁少，土地又細，憑乜嘢對抗成個阿拉伯世界呢？喂！今日我哋就一次過講清楚5次中東戰爭嘅完整來龍去脈。我哋將時間翻到去1947年，5次中東戰爭嘅核心源頭就係聯合國181號決議。呢一份決議提出兩國分治方案。其實當時兩國分治已經係大勢所趨嘅啦。阿拉伯人亦都明白呢一個係局勢，但呢套分配方案呢，實在就唔太公平嘅。所以阿拉伯所有嘅國家就非常之不滿，尤其巴勒斯坦隔離嘅埃及啦、約旦啦、敍利亞，當時就明確表態，只要以色列咁建國，就直接喐柒鳩佢。各國心裏邊就喺度打緊算盤，咁大片土地，我哋冇得分，點解要俾猶太佬白白咁攞走？猶太佬點解底氣咁足？因為背後有蘇聯同美國兩邊嘅支持。當時中東大部分都係英法殖民地。地下咧就超級多嘅石油資源，美蘇亦都想插手中東，分一杯羹咁話，想介入中東局勢就必須要搞亂中東嘅格局。以色列就係佢哋安插喺中東嘅代理人，再加世界各地嘅猶太財團同美蘇就達成咗利益共識，只要兩大國支持以色列建國，財團就會加大對美蘇嘅投資。美蘇既可以擴張中東嘅勢力，又可以賺到實實在在嘅經濟 money， 自然就非常之樂意扶持以色列嘅。有兩大國做背後嘅靠山，以色列嘅底氣就完全唔一樣。1948年5月嘅14號，以色列依照聯合國嘅181號決議正式宣布建國。阿拉伯國家當然唔認可，當初承諾支援巴勒斯坦嘅阿拉伯各國喺5月嘅15號即刻聯軍出兵，第一次中東戰爭正式開打。開戰初期嘅以色列就算早有準備，兵源又不足，架撐又不足，啱啱建國，根基未穩，根本就唔係阿拉伯聯軍嘅對手。交戰咗冇幾耐，以色列就陷入咗劣勢。以色列眼見戰況不妙，即刻就向聯合國申請停戰，同時聯絡美蘇兩大國交涉。以色列嘅講法係：我完全係跟足你哋嘅決議建國，冇多攞一寸嘅土地。阿拉伯各國完全係唔俾面，等於係無視兩大國嘅權威。當時美蘇嘅戰略重心並唔係完全放喺中東度，但既然收咗利益，唯有象徵性向阿拉伯聯軍就施壓，要求停戰，俾兩大國面。如果當時阿拉伯各國嘅態度強硬，乘勝追擊嘅話，根本就唔會有後續5次嘅戰爭。可惜所有嘅阿拉伯各國就各懷鬼胎。第一，戰事推進得太快，各國未傾好戰後土地點樣分配。第二，美蘇出面施壓，佢哋需要埋面俾兩大強國。第三，嚴重輕視以色列，覺得就算停戰4個禮拜啫，以色列都唔會有任何翻盤嘅能力。最終阿拉伯各國一致同意停火，戰場局勢瞬息萬變，就算短短4個禮拜，直接就改寫咗中東幾十年嘅格局啦。猶太人趁住停戰窗口期，大規模全國徵兵，號召全球猶太人反國保衛家園。好多二戰退伍老兵一落飛機，住一聲就鏟去前線，同時向歐美各國大量採購軍備，全面升級軍隊嘅裝備。另一邊嘅阿拉伯聯軍呢，雖然亦都有徵兵，但所有國家嘅重心淨係掛住戰後土地點樣分，完全係冇整軍備戰。停戰期結束，戰事係重啟，阿拉伯聯軍先至發現戰力已經完全追唔上以色列，只能夠主動提出再次停戰。
美蘇亦都唔想以色列徹底獨大，避免日後難以掌控，所以再次批准停戰。反觀以色列持續擴招士兵，開戰初期以色列只得3萬幾嘅部隊，去到戰爭嘅尾聲，兵力將近10萬啊！連續2次停戰期間，阿拉伯各國不斷爭執，個個都唔想消耗自己嘅兵力，白白浪費咗寶貴休整時間。再度開戰之後，阿拉伯聯軍已經無力抵抗，最終只能夠同以色列簽署停戰協議，第一次嘅中東戰爭正式落幕啦。呢一份停戰協議爭議極大，按照聯合國嘅規劃，巴勒斯坦地區應該平分，阿拉伯人同猶太人各自喺度建國。但打完第一次中東戰爭之後，以色列實際掌控巴勒斯坦80%嘅土地，剩翻20%土地原本係交由巴勒斯坦本地民眾，結果咧就被埃及同埋約旦直接瓜分咗。當初各國聲稱出兵為咗支援巴勒斯坦，到頭嚟反而聯手瓜分咗巴勒斯坦嘅領土。消息傳出之後，阿拉伯民眾極度之不滿，普遍認為本國政府被英法收買，同外敵串通，出賣本土利益咁話。後續亦都爆出內幕，約旦國防喺開戰之前已經同以色列私下簽訂咗土地協議，被民眾視作為內奸。1951年約旦國防遇刺，仲俾人鋸低埋添。1952年埃及政權全面更替，納賽爾上台，阿拉伯各國嘅領導層大換血，其中變化最大嘅就係埃及。以往埃及長期喺英國殖民地，前朝政權由英國扶持。第一次嘅中東戰爭期間，英國亦都有援助埃及舊政府。舊政權倒台之後，英國仍然持續喺埃及駐軍，死掌控蘇伊士運河嘅運營權。蘇伊士運河係全球最繁忙嘅航道之一，全球大約12%嘅海運貿易，30%嘅集裝箱運輸都要經過呢一條運河。單計當年船隻嘅通行費，高峰期每年收益達到100億美金級別，係埃及最核心嘅外匯收入來源。當時全球格局開始轉變，美蘇兩大國都希望喺中東培植自己嘅勢力，埃及就成為咗兩大國重心拉攏嘅對象。有兩大國撐腰，埃及嘅底氣就大增啦。納賽爾政府正式宣布蘇伊士運河全面國有化，將所有英法勢力徹底驅逐出境。英法當然係唔甘心，白白睇住個肥豬肉唔見咗。同一時間，第一次中東戰爭之後，埃及同以色列嘅矛盾持續惡化。埃及先封鎖蒂朗海峽、蘇伊士運河，全面禁止以色列嘅船隻通行，對以色列實施貿易禁運。以色列國土窄，資源又短缺，所有嘅物資全部都係靠進口，航道被封鎖，等於直接斷絕生存命脈。兩國矛盾徹底激化，敵人嘅敵人就係 friend 啊嘛。英國、法國、以色列三國暗中結盟，計劃做低埃及。當年英法撤離埃及之前，曾經同埃及簽訂過一條協議，協議寫明一旦埃及境內爆發戰亂，英法有權出兵保護運河嘅航道。埃及當初亦都冇諗咁多，直接就同意咗。完全係估唔到英法會主動製造亂局，揾藉口出兵嘅。1956年10月嘅29號，以色列打一個跳出嚟進攻埃及。第二次中東戰爭正式開波，英法即刻揾藉口，以當地戰亂、航道受威脅為由，要求埃及政府撤出蘇伊士運河駐軍，交由英法接管。埃及就識穿咗英法嗰窿嘢，明確表態。就算炸爛條運河，都唔會交出控制權嘅。英法即刻出動咗上百架戰機，連日空襲埃及各大城市，大量民生、軍事設施被毀。戰事打咗幾日，美蘇即刻強勢出手制止。蘇聯明確表態，埃及我照嘅，警告英法如果唔即刻停戰，唔排除動用核武咁話。美國亦都極度不滿英法私下開戰，事前係唔單一聲嘅。當時美蘇都喺度拉攏緊埃及，兩國同步放出強硬聲明，要求英法、以色列立即停火，否則美軍直接進入備戰狀態。全球各地爆發大規模反戰遊行，
中東各國統一實施石油禁運施壓嘅。英法徹底失去國際支持，昔日強權手段完全失效，最後只能夠無奈撤軍。呢一場戰爭，英法喺軍事層面上近乎勝利，但喺戰略上徹底慘敗。唔單止永久失去蘇伊士運河嘅掌控權，仲徹底喪失喺中東嘅所有影響力添。亦都由呢一場戰爭開始，美蘇正式成為全球兩大超級大國，全面主導中東局勢。而埃及係呢場戰爭最大嘅贏家，雖然境內飽受空襲破壞，但成功全面收回蘇伊士運河嘅主權。喺多國嘅施壓下，以色列同埃及達成咗停戰協議，以色列承諾撤出西奈半島，換取埃及開放航道，允許以色列船隻正常通行。當時埃及國內因為收復運河，士氣係高漲，順勢應承咗呢個條件。呢一場勝利係埃及甚至成個阿拉伯歷史上第一次擊敗老牌帝國主義強國。時任埃及領袖納賽爾聲望直接一聲嘅登頂，成為整個阿拉伯世界嘅核心領袖。戰事結束之後，敘利亞主動提出同埃及合併，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兩國合併大約3年，隨後就和平拆分。同一時期，美蘇大幅加大對中東各國嘅資源投入，蘇聯成為阿拉伯陣營最大嘅支援方。除咗埃及，亦持續向敘利亞等國輸送軍火物資。層面上，阿拉伯各國就好似擰埋一條繩嘅，形成統一陣線。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正式成立，簡稱巴解組織。阿拉伯各國多次商議，認為以色列係中東唯一不穩定因素，開始暗中向邊境輸送兵力同埋武器。埃及直接驅逐西奈半島嘅聯合國維和部隊，再度全面封鎖通往以色列嘅所有航道。以色列敏銳捕捉到備戰信號，背後又有美國佬全方位嘅軍備支援，兵力裝備完全係充足。為咗避免被動挨打，以色列決定先發制人。佢哋借鑑二戰德國閃電戰術，對周邊嘅阿拉伯國家發動咗突然空襲。開戰僅僅1日，埃及9成嘅戰鬥機未升空就被摧毀。約旦、敘利亞空軍嘅設施亦都重創。1日時間，阿拉伯聯軍徹底喪失咗制空權，完全冇力還手。整場戰爭只持續咗6日，阿拉伯各國全線擊敗。呢場戰事亦都被稱為6日戰爭。戰後阿拉伯各國損失極度之慘重，埃及失去咗西奈半島，敘利亞丟失咗戈蘭高地，約旦不再管轄約旦河西岸。以色列國土面積直接擴張4倍，由原本嘅2萬幾平方公里暴漲到8萬幾平方公里。多國元氣大傷，約旦率先退出武裝對抗，唔玩啦。國內主戰勢力聯合巴解組織發動內亂，失敗之後全部走佬境外。敘利亞、埃及丟失大片領土，承受巨大嘅戰略壓力。埃及領袖納賽爾因為領土失守，戰事慘敗，精神就抌晒春，3年後仲瓜埋添。新任總統薩達特嘗試通過和平談判向以色列削回失地，但以色列直接講咗句 No way， 態度非常強硬，土地係我哋憑實力打落嚟嘅，絕對就唔會俾翻你咁話。同時喺西奈半島大規模收縮軍事工事。反觀敘利亞重新調整戰略，新任領袖阿薩特明確認定談判根本攞唔翻土地，唯有武力先可以收復失地。以色列嘅強硬態度亦都徹底令埃及放棄咗和談嘅幻想，重新全力籌備戰事。1973年10月6號，第4次中東戰爭正式爆發。當日係猶太人贖罪日，係以色列最重要嘅傳統節日。近半數嘅軍人返咗鄉下休假，邊境防守空虛。開戰初期，埃敘聯軍攻勢順暢，埃及短短幾日就收穫咗西奈半島大部分嘅區域。取得初步戰果之後，埃及主動單方面停火，希望通過外交談判和平收回領土。呢一個決定直接拖累咗敘利亞嘅戰線。敘利亞駐守戈蘭高地
以色列佔據高地形嘅優勢，原本推進就已經好艱難嘅。埃及一停火，以色列即刻抽調全部嘅主力增援戈蘭高地，重創敘利亞軍隊。等到埃及察覺局勢反轉，以色列已經完成咗兵力嘅調動，全線反攻埃及，戰線一度推進到距離開羅100公里嘅位置添。呢一場戰爭係以色列5次戰事入邊最接近戰敗嘅一次。作戰規模、彈藥消耗遠超前3場戰爭。開戰初期，以色列嘅彈藥儲備只夠3日，最後完全依靠美國大規模嘅軍備空投，先至勉強扭轉戰局。如果當時埃及持續進攻，唔停火，成個中東格局將會徹底改寫。但歷史又冇如果，第4次中東戰爭最終以埃及、敘利亞戰敗收場啦。經此一役，阿拉伯各國嘅整體實力大幅度衰退，以色列中東軍事強國嘅地位徹底坐實。戰後外界分析，以色列之所以次次取勝，除咗軍隊戰術靈活，更大嘅原因係阿拉伯各國嘅自身問題。戰後埃及徹底改寫咗外交路線，認為蘇聯嘅支援唔足以幫佢哋收復失地，決定轉投美國陣營。事實上，蘇聯多年嚟一直持續輸送大量嘅先進武器俾埃及，但受制於阿拉伯國家整體嘅教育水平，士兵作戰素質偏低，先進裝備根本就發揮唔出應有嘅戰力。以色列極度重視國民教育，國民90%達到高中學歷，40%以上係大學生添。反觀多數嘅阿拉伯地區，基層民眾大多數都係讀到初中雞，同一套先進軍備，人員理解、學習、運用能力差距嘅巨大，直接拉開兩軍嘅作戰水平。但各國都唔願意承認自身問題，將所有戰敗嘅原因全部歸咎蘇聯支援不足。埃及倒向美國之後，喺美國嘅周旋下，同以色列簽訂咗和平協議，以色列歸還西奈半島俾埃及。呢一個舉動被其他阿拉伯國家視為背叛，但亦都令大量嘅阿拉伯國家睇透咗局勢，唔願意再捲入亞爾衝突，認為巴勒斯坦問題同自己冇關。唯獨敘利亞仍然失地未收，於是持續加大對巴解組織嘅援助。巴解組織長期喺以色列境內發動暗殺、爆破行動，令到以色列長期就不得安寧。以色列一直都喺度揾緊機會清除巴解勢力。當時巴解主要活躍喺黎巴嫩同埋敘利亞，而黎巴嫩國內極度之分裂，一半人口信奉基督教，一半人口信奉伊斯蘭教。基督教派系主張同以色列和解，穆斯林派系堅持武力對抗。1982年嘅6月6號，以色列全面攻入黎巴嫩，第5次嘅中東戰爭正式爆發。當年全球局勢極度之混亂。4月，英國同阿根廷爆發馬島戰爭。6月，伊朗同伊拉克就開打。全球媒體各國嘅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喺呢兩場大戰。以色列趁全世界唔關注，順勢出兵黎巴嫩。呢場戰爭嘅戰力差距係極大，以前阿拉伯各國聯手都抽唔贏以色列，今次淨係得敘利亞孤軍支援黎巴嫩，完全係抵擋唔住以軍嘅攻勢，戰局一面倒。最後聯合國出動維和部隊介入，先強制叫停戰事啫。但維和部隊短暫撤離空檔，以色列衝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進入咗巴勒斯坦嘅難民營，展開長達40個鐘頭嘅屠殺，數千名無辜嘅巴勒斯坦難民遇難。事件曝光之後，引發全球各國嘅譴責，就連以色列境內都爆發咗大規模嘅反戰遊行。迫於巨大嘅國際輿論壓力，以色列最終撤出黎巴嫩。戰事結束之後，巴解組織徹底認清咗現實，單憑武裝鬥爭根本係解決唔到領土問題，於是將發展重心同步轉移到政治外交層面上。經過多輪嘅國際談判，以色列同意劃出約旦河西岸部分嘅領土，交俾巴勒斯坦自治。1988年嘅11月15號，巴勒斯坦正式宣告建國。1988年到而家2026年，近40年嘅時間，中東從來未真正太平過。當年5次大戰只係埋下所有嘅矛盾嘅根源。
後續連綿不斷嘅轉播、教派衝突啊、區域博弈，全部都係當年遺留落嚟嘅殘局。5次中東戰爭嘅表面嚟睇，係阿拉伯人同猶太人嘅領土衝突，但係剝開本質嚟睇，全部都係大國之間嘅地緣博弈、利益爭奪啊！大國嘅背後爭權奪利，最後受苦受難嘅，永遠都係低層嘅普通百姓。今期就講到呢度啦，下期再見，拜拜。